艱難嘅日子係會過去嘅。喺未來2年，特區政府要走出政治困境。國安法生效，林鄭月娥話係從亂到治嘅轉機。國安法實施第1日，有10個人涉嫌犯法被捕。警方全日拉咗大約370個人，政府話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約翰遜話會俾 BNO 持有人居留喺英國5年之後再申請定居。各位歡迎收睇11點睡前線，我係張淑嫻。今日係香港回歸23週年，亦都係港區國安法頒布生效嘅第1日。法例生效第1日已經有10個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全日大約有370個人被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國安法係香港從亂到治嘅轉機。佢率領2位司局長解釋法例內容。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問到，如果港人喺國安法之下移交內地審訊，會唔會判死刑？鄭若驊話係內地司法管轄，香港干預唔到。有馬晴晴報導。回歸23年，香港多咗部中央為特區立嘅法律，政府形容係里程碑、創先河。呢個法律通過，我哋相信係可以令到香港有機會係由亂變做治。中央會成立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國安法第50條話，公署人員應當遵守香港法律。第60條就定明，公署執行職務嗰陣唔受香港特區管轄。公署嘅人同埋車唔受香港執法人員檢查、搜查同扣押。公署一個重要權力就係喺3種特定情形下對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檢控審訊都由內地負責，包括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嘅複雜情況，香港特區管轄有困難。特區政府冇辦法有效執行國安法嘅嚴重情況，或者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公署自己或者特區都可以向中央提出，獲中央批准，案件就會歸公署管。但具體係指咩案件呢？保安局舉咗個例。如果我哋睇戲啦嚇，用我哋一啲幻想力呢，我發覺我哋係被人哋高度滲透，導致我對我哋辦案嘅人士都失去信心。咁我相信呢，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我哋無能力處理嘅一個情況。特首就話，無論佢抑或公署想申請，都要中央批先得。一旦確立咗駐港國安公署負責管轄案件，公署就會立案偵查，並分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檢察權同審判。訴訟程序包括偵查、起訴、審判同刑罰執行，都會依照內地刑事訴訟法。曾經有指犯咗港區國安法，即使送返內地審都唔會判死刑。鄭若驊就冇答得咁肯定。How that is to be dealt with will be something that will not be within the purview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erfere in that sense。有線電視記者馬晴晴報道。新法例下，警隊國安部門經特首批准，有權截取通訊同秘密監聽。政府話好多西方國家都有呢一項權力，並非新鮮事。至於罪成嘅人會喪失參選資格，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話有機會係終身。蘇曉欣報道。警務處成立嘅國家安全處將會由一個副處長掌管。政府話仲物色緊人選，呢一個部門有權搜查、凍結同埋充公財產。經特首批准，仲可以截取通訊同埋秘密監聽。呢一個做法呢，好多西方國家現在都有呢個做法，即係涉及國家安全嘅截取通訊呢，係由行政機關去授權，之後呢去進行呢一個行動嘅。被起訴後上庭，呢條有機會被判終身監禁嘅法例，同時定明當涉及國家秘密，律政司司長可以發出證書，要求不設陪審團，由3名法官組成審判庭，而審訊有機會閉門進行。
一旦罪成，除咗面對刑罰，條文亦都列明會喪失參選議員同埋出任公職嘅資格，但係就冇列明時限。咁所以呢，應該可以有機會呢，可以被睇為係咪一個終身嘅情況咧咁樣。咁所以，但係我哋又要記實呢一個係講緊係危害國家安全。咁所以我哋去理解35條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嗰個主體係因為一啲好嚴重嘅犯罪嘅情況，所以先引致到呢一個懲罰出嚟。政府多次強調條例有唔少嘅人權保障，當市民認為權利受損，究竟有冇制衡機制呢？鄭若驊重申國安係中央嘅事權，國安委做嘅係政策決定，唔受司法覆核挑戰。至於執法同埋檢控，仍然要走相關嘅司法程序。有線電視記者蘇曉欣報導。港區國安法下被送到內地受審，究竟會唔會被判死刑？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出席本台節目時話：刑罰會依照港區國安法，所以最高刑罰係終身監禁。我哋都問過，喂，咁樣如果告佢嘅時候，因為而家我哋講緊係港區國安法啊嘛，咁係咪用翻呢個港區國安法嚟起訴佢咧？咁佢回應我哋嘅官員咧，佢就話係，因為呢條法例咧係全國性法例嚟。我嘅理解咧就係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刑事訴訟法係一個程序法嚟嘅，應該點樣判咩罪罰咩嘢咧？呢個係個主體法嗰個處理嘅，個主體法就係港區嘅國安法，唔係內地嘅任何一條法例。咁因為港區國安法係冇死刑嘅咧，所以佢喺程序上只可以咧係根據港區國安法去判一個不涉及死刑嘅刑罰。警方首次引用港區國安法拉咗10個人，包括一個15歲嘅男仔，亦都有男人揸電單車高速駛向服務警察。劉浩庭報導。下晝近3點半，銅鑼灣一架電單車插住光復香港旗，駛向警員方向，再高速轉入謝斐道。到柯布連道交界，電單車撞到警員之後失控，司機跌喺地下，其他警員隨即將佢撳住。警方話3個警員手部同膝頭受傷，23歲司機涉嫌瘋狂駕駛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消息話佢因為涉嫌煽動在場示威者觸犯國安法。銅鑼灣禮頓道有人叫香港獨立嘅口號，警員舉起新嘅紫色旗，警告在場嘅人可能違反國安法。又喺百德新街截查一個男人，手獲一幅寫有香港獨立嘅旗幟。放大嚟睇，旗幟左邊寫有 No to 同不要嘅字眼。警方消息話拉佢嘅時候已經見到，但根據指引，明示或者暗示港獨都可能構成犯罪行為。另一個女人亦都因為展示港獨標語被捕，亦都有人被搜出寫有民族自強、香港獨立嘅貼紙。警方嘅執法指引亦都提到，喺示威現場揮舞香港國嘅藍白旗，或者旗幟寫有香港獨立、香港人建國等字眼，都可以視作違法。有線電視記者劉浩庭報導。到挨晚，有人喺富明街放火燒路上。亦都有人到波斯富街早前被破壞嘅美心西餅掟汽油彈。喺時代廣場附近夜晚7點幾，有警員到場驅散，有人向警員掟水樽，服務警察喺扶手電梯射胡椒球彈入商場搜查。大批人被扣查，坐喺地下等候逐一查身份證。到近9點，超過20人被帶上警車。現場警員話：佢哋都係涉嫌非法集結。而下晝嘅情況由邱慧儀報導。冇經過我哋諮詢。今年7·1冇遊行，泛民政黨喺銅鑼灣擺街站派傳單反對國安法。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同警員理論，警員施放胡椒噴劑。佢被綁起，雙手帶走。警方首次舉起新嘅紫色旗，警告示威人士可能構成港區國安法罪行。工黨李卓人喺街站嗌口號，警員搶走支咪。
拉佢落嚟施放胡椒噴劑。多個記者，包括本台攝影師被噴中。2點幾，有人喺銅鑼灣行出馬路。軒尼詩道、禮頓道、百德新街多人被捕。警方封鎖軒尼詩道至東角道嘅一段行人路，而崇光百貨多個出入口都要落閘關閉。鵝頸橋2點幾亦都開始有人聚集。水炮車射催淚水劑，水炮車多次射水，有人行入商店，記者被水炮擊中倒地。到下晝5點，警方喺波斯富街放催淚煙。現場消息話有人破壞美心西餅店鋪，間鋪頭落咗閘，門口有石塊。鄰近嘅羅素街英皇鐘錶珠寶中心嘅玻璃亦都碎裂。有線電視記者邱慧儀報導。有警員喺銅鑼灣制服疑犯嘅時候遇襲受傷。從學媒新聞嘅相片見到，一個警員同2個人糾纏，有人喺隔離拎住利器刺向警員嘅左邊手臂，佢嘅制服上隨即染有血跡。大批警員趕到，圍住受傷嘅警員，隔開在場嘅記者。警方話，下晝大約4點，嗰名警員喺興發街制服一個人嘅時候，被附近嘅人用遮同磚頭等襲擊。又指有人嘗試搶犯，最後嗰批人逃脫，警方嚴厲譴責。政府發聲明嚴厲譴責喺灣仔一帶非法集結、傷害警務人員等嘅違法行為，全力支持警方嚴正果斷執法。對於有人揮動香港獨立嘅旗幟同埋叫口號，政府認為佢哋涉嫌煽動或教唆他人分裂國家，違反國安法，作出嚴正譴責。休息一陣，翻嚟仲有報道。香港人喜歡說兩句口頭語嘛，有冇搞錯？關你咩事？張曉明批評一啲國家干預中國內政。英冠球會韋根申請破產保護。一手掌握有線新聞。翻嚟新聞時間，英國批評中國實施港區國安法，顯然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The enactment and imposition of this national security law constitutes a clear and serious breach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It violates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is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Hong Kong basic law. The law also threatens the freedoms and rights protected by the Joint Declaration. That if China continued down this path, we would introduce a new route for those with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status to enter the UK. 外相藍韜文公布向 BNO 持有人同家屬提供5年居留許可，繼而可以申請定居。定居滿12個月之後，可以申請成為英國公民。有關措施不設限額。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獲英國給予政治庇護。鄭文傑喺社交網站發文，話獲得英國嘅政治庇護。佢舊年曾經被內地當局以嫖娼罪行行政拘留15日，之後離開香港到英國。鄭文傑話：英國嘅決定認定事件有政治迫害嘅本質，感謝英國政府盡道義責任同政治勇氣營救英國國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批評中方違反咗對香港嘅承諾。蓬佩奧表示深切關注居港人士嘅安全，指港區國安法第38條所指嘅可能包括美國人，甚至係所有國家嘅縮寫，將繼續執行總統特朗普嘅指示，終止香港嘅特殊地位，呼籲各國捍衛中國人民嘅基本權利，對抗中國共產黨嘅暴行。人大法工委同港澳辦召開記者會，解釋港區國安法。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話：港區國安法實施，標誌住中央牢牢把握香港發展大方向同主導權。佢話國安法通過之後，謠傳太子站打死人就可能犯法。由徐文傑喺北京報導。
張曉明話：港區國安法係繼基本法之後，中央為香港專門制定嘅第二部重要法律。它標誌着中央更加注重治港制度的頂層設計，更加注重用好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利，從而牢牢地把握香港局勢發展的大方向和主導權。國安法條文公布之後，唔少細節都引起關注，包括串謀境外組織，引發市民憎恨政府，造成嚴重後果，都屬於違法。類似於這個去年修例風波當中，我印象比較深的突然造了個謠，說是香港太子站發生這個打死人的事件，然後把這個社會的不滿情緒集中的指向香港的警方子虛烏有的事情。當然也可能這個造謠是針對中央政府來的，惡意的，而且造成了嚴重後果的，那麼就可能構成犯罪。駐港國安公署唔受香港管轄，張曉明話係因為公署職務涉及大量國家機密，超出特區自治權嘅範疇。佢又話今次唔係為咗喺立法會選舉入面取消部分人嘅參選資格，亦唔係以反對派或泛民做假想敵。國安法通過之後，多個西方國家都發聲明反對。香港人喜歡說兩句口頭語嘛，有冇搞錯？關你咩事？人大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就話：立法前冇公開條文，係由於呢部法律比較特殊同敏感，強調中央已經透過各種渠道徵求香港方面嘅意見。有線電視記者徐文傑北京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朝早出席回歸升旗禮同酒會。升旗禮朝早8點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3位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都有出席。駱惠寧話：國安法係民心所向，香港一定能夠重新出發。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來說，這部法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這一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香港國安法的公布，是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點。大律師公會批評港區國安法侵蝕香港高度自治。大律師公會發表6頁聲明，批評港區國安法多項條文違反基本法，4類罪行都缺乏清晰界定，範圍甚廣。例如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媒批評政權，或者有市民阻止他人返工，會唔會墮入法網？而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同傳媒同外國組織聯繫嘅時候，亦都唔知道會唔會構成勾結外國勢力。公會又指條文解釋權喺人大常委，會損害司法機關獨立嘅審判權。疑犯喺冇引渡程序之下，可以被帶返去內地審訊，亦都唔知道權利會唔會受到保障，得到公平審訊。促請政府落實港區國安法嘅時候，要符合基本法同香港人權法案。跟進下疫情，今日冇本地確診個案，另外有28宗個案，大部分嚟自印度。其中一個女病人冇外遊記錄，因為同住曾經外遊嘅家人已經確診，會列為同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新增個案當中，一個過往健康良好嘅46歲女病人冇外遊記錄，但係佢曾經到美國嘅丈夫同埋個仔琴日確診。3個人本身住喺大圍美田村美秀樓。中心話一個個案會列為同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嗰個女病人上個星期5開始發燒、全身乏力同咳嗽，同日喺藍田向私家醫生求醫。入院之前曾經到過大圍街市附近嘅蔬菜同鮮肉店，以及美田村一間超級市場。中心今日開始會透過房屋署向美秀樓嘅居民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樽。
英冠球會韋根申請破產保護，係英格蘭球壇首支因為疫情而進入破產管理嘅職業球隊。球會已經由破產以及重組集團接管，首要任務係幫球隊完成今季同埋揾白武士以及安置職球員。呢一支2013年足總杯盟主，2018年被香港財團國際娛樂收購，今年5月底再易主，將股權賣俾集團主席蔡朝輝持有嘅另一間公司。前港隊代表司徒文進當時都有加入董事局。英冠賽會就發聲明話，韋根將會被判罰扣12分，如果季尾喺降班區之上完成，就會喺今季執行，否則下季先至會處罰。轉睇係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榜首嘅祖雲達斯作客3-1擊敗熱那亞。姜家賢報導。黑白衫嘅祖雲達斯上半場多次埋門都係無功而還，門將馬迪亞比連接連撲救，為熱那亞守住最後一關。但守得一時，守唔到一世。50分鐘眨下眼就過，大巴拿禁區掂行掂過，擺脱3個守衞之後射入，祖記領先1-0。俄美月位置大腳勁射，門將飛到盡都救唔到。加埋杜格拉斯哥斯達後備落場7分鐘迅速入波，準備撲熄對手嘅贏波希望。73分鐘3-0。但大幅落後嘅熱那亞仲未絕望，3分鐘之後追翻粒。至於排第2嘅拉素就作客2-1反勝拖連奴。白衫嘅拉素開波冇耐就因為音樂比利禁區犯手球要輸12碼，比洛迪操刀射入拖連奴5分鐘領先。拉素下半場展開反擊，音樂比利將功補過，48分鐘攀平比數。澤偉射入佢第29個聯賽入波，領先射手榜。局最終拉素反勝2-1。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之後1、2日仍然有驟雨同雷暴。下個星期初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係30度，相對濕度81%。